明年巴黎要举办奥运，奥运比赛还有拍运，拍运有是身心障碍者的选手去参加。按算嘛有超过4000个身心障碍选手会去巴黎参加比赛。对这个身心障碍选手来讲，上界重要的就是伫巴黎大甲交通敢有方便。选手村目前的设备是拢有符合无障碍标准，严格交通这方面，经过法国障碍人士协会亲身去测试了后，发现还有真侪问题要改善。伫法国巴黎附近，要予明年来参加奥运的运动选手住的选手村，即马当得起。但是为这个所在，毋若是奥运的选手，嘛会有参加拍运的选手来住，所以所有的建筑物甲设备，自一开始就要求要完全符合无障碍的标准。Chacun des appartements, il y a une salle de bain accessible, 100% accessible. Donc vous avez mesure d'accessibilité importante, c'est pas de marche à franchir entre le carrelage et le bac à douche. 对行动无方便的人来讲，除了大的所在以外，交通嘛是另外一个真重要的部分。但是法国的障碍人士协会的成员亲身伫巴黎的街仔路测试的结果，发现问题非常多。This is the metro that I would have taken, but as you can see, there are steps. I can't go down them in a wheelchair, so it looks like I'll have to find a plan B. 透过手机找到要安怎坐公车的资料，但是要加开真侪时间，才有法度到原本想要去的所在。Without my handicap, this would have taken me 11 minutes, but the route was a bit of a nightmare, so it's taken 40 minutes. It requires a lot of planning time because you have to anticipate the journey. Let's just say we can't get around completely carefree. 明年奥运甲拍运举办的期间，预估每一天会有差不多4000到5000个参加拍运的选手伫巴黎出入。虽然巴黎拍运的筹备委员会有挂保证，会伫比赛进前，互巴黎的交通尽量符合无障碍的标准，但是只剩无到1年的时间，还有真侪需要改进的所在。不过巴黎拍运委员会的主席讲，伊希望借即摆举办拍运的机会，互大家重视行动不便人士的需求，将巴黎变成一个对障碍人士友善的城市。以后会当吸引更较侪障碍人士来巴黎观光佚佗。记者甘美nen编译。